大家好，我是蔡尚基老师，神仙哥哥。有没有觉得你坐在你的书桌上面坐不住？或者练书，书好像吃不到你的脑袋瓜里头去，练进去的又没办法融会贯通，没办法得到好的成绩。这要怎么利用居家的风水来帮你在文昌的这个位置提升你的个人练书的集中力、专注力？我们就从风水的角度来告诉各位。书房练书的地方，它就是文昌，当然要设置在文昌位。我们如果要求专业，一定要用个人的出生年份，找出你的出生命卦，然后从命卦里头去找到个人的文昌位。这个位置就是摆设书桌最好的位置，帮助你在文昌考运能够求得到好的功名，同时也可以帮助升官升迁。如果说是书桌放在横梁底下，练书的时候会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可能会有一些负面情绪。那如果是书桌面对着窗户，或是摆在窗户底下，就比较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那当不能挪开移开的时候，这个窗户当然最好是关起来，最好有个窗帘挂起来。好，那如果是在横梁底下的话，当然除了挪开以外，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横梁下压下来的重压力把它反推回去。反推回去就是在横梁的正下方摆设活的植物，一定要摆在你的书桌的上方，横梁的下面。另外像水晶或者是任何的矿石放在横梁底下，也可以用灯光由下往上挡上去，也就是用光的能量把下压下来的压力把它反推回去。如果是背对或者是正对这一个房间门，就会受到来自家人对于你功课、升学或是学业方面的干扰跟压力。那如果是在厕所门的旁边那这更不好，因为厕所它是会产生晦气，在念书、考试或是在学业方面来讲，经常会碰到很多的衰事、背事、暗事、狗屁倒灶的事情。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能够移开，当然就是移开。当不能移开的时候，在书桌跟门中间有一个东西把它隔开来，就是可以破解掉。如果因为有碍于空间现场的问题，那么最后一个办法就是一定要随手关门。书房练书当然就是要求文昌，求文昌就是最主要练书要能够练得下去，而这个能量所有的归属都是在五行里头，金木水火土属木的能量。那木的颜色是蓝色、绿色，所以比较天空蓝的淡蓝色，或者就是比较青草绿的淡绿色，这一些的颜色都很适合坐在文昌位，就是练书的书桌的地方。不要用的颜色当然就比较禁忌一些比较强烈、比较深色系列的颜色，像红色的颜色，还有一些深色、暗色系列的，它会比较暗沉。那暗沉比较让一个人的脑袋瓜思考吸收力比较不会那么样的大开。一些玩偶类的东西、玩具类的东西、电玩类的东西，还有就是像爱美的东西，照镜子让自己变漂亮的，这一些会影响念书的情绪的，尽量都不要摆在书桌的地方。这个念书最主要是还是要靠自己，增加文昌固然很好，那增加文昌是启开帮助自己的思考、分析、智慧吸收能力，但是真正你没去练它，你没去吸收它，再多的文昌也没有用。把文昌帝君请到你家里来也没有用，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以上是神仙哥哥蔡尚基分享给大家的风水开运信息。如果您喜欢众多的相关的信息，记得到 YouTube 上面去这个点阅订阅我们幸福空间的频道，尤其要在这个频道 YouTube 上面开启小铃铛。